哦，刚刚还在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你买创可贴去了。哎，我们去吃饭吧，把这倒霉的事情都忘了。都饿了吧？我也饿了。走，咱们吃饭去，我请客。走。阿宝，嗯，待会我要出去吃饭，去不去？哎呀，不去不去，作业做不完了啦。那你要饿肚子啊？那我不管你喽。哎，帮我买。那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米粉。米粉。你觉得林一轩这个人怎么样？干嘛？没事，只是他也喜欢吃米粉。喂，在哪儿？干嘛呢？我能干啥呀？工作呗。也不知道今天加班到几点了。那不是一块儿吃饭，给你放松一下？就我们俩啊。对啊，不然呢？哦，哦什么呀？我本来要叫爱宝的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还是算了。我今天想单独见你。不行，我现在忙着呢，这策划案还没写好，明天一大早还得交稿呢。改天吧，啊。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出来。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？没有，实在太忙了，改天吧。行吧，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。那好吧，你忙吧。拜拜。怎么女演员突然换了？哦，你介绍的人生病了，他同学替他来了。